跳干跳水，国菜。我刚才拿手机。妈妈啥？两步，一，好来。落配董后师，哦，落配董后师。西部一陕西，哦。抢门，芹菜。一刀钱，然后再哦，你要讲啊。芹菜140，400。好，400口。好，妈妈啥？一壶。好，一壶。好。两保守。哦，两黑保守。好，过来。西部1、2、3、4。哦。那哪里有？后面。冇啊冇啊。嗯。好。好。来，开始。6。哇6黑嘛该？所有嘅儿子念100，手行6铺。 5、6。哦，哎呦，记住过关嘞！好来，儿子念100。过关？他没有过关，是超过。冇。开关。童子他。老配。做顺。不行顺。童子炮有讲过嘞，好过来。过车。哦，过来。不能讲，不能讲，不行菜，我都嘛该。好，基本嘅练习，好来讲。旺菜过来。过来。红萝卜。没有，这讲过了，这讲过了。菜条。哦，好，还有点。 50秒。嘛该。44、43、42、41、40。铺位。哦，铺位好，过来，还有俩。菜馆。哦，好，做得恭喜你。还有这个。还有嘛该？有来国菜有。箭头3条布，箭头3条布，箭头3条布。 好，来开始。这个结束。来。西铺。好。西铺。厦门保守几多钱？保守1斤50。50。好，过来。西铺。厦门保守几多钱？保守1斤50。好，50。一铺。哎呦。两黑吊菜。哦，好，两黑吊菜耶。一铺。我跟我一样。两黑吊菜。哦，两黑吊菜耶，好。西铺。1、2、3、4。厦门红萝卜几多钱？红萝卜一条143。一铺。两黑蒙菜。哦，两黑蒙菜。一铺2铺，恭喜你1、2。好，来。国菜。哦，国菜唔好吃咯，只用嗰個100。都唔好吃咯。1、2、3、4。厦门旺菜几多钱？旺菜100。旺菜115。好，过来。2铺。
吹冬雨后诗，风吹。乐不一二三四五六，快点。好，那天我你买嘞，买嘞。呀，风吹，飘舞诶，搞笑。好，做下几多钱做啊？下140，好，140，好。一哭，一二三四。你黑马该你要抄到这边。6铺，还没有念完。好，给妈念吗？嗯，不能讲了。49。好了，国吹，嘿，老师不能讲按坏话。哦哟，Q 的吧？嗯，好，嗯，自己念他会啊。好，竹笋，我要去蒸笋。时间到了。好，等下，因为注意哦，记水言啊，记有清爽嘛。再加两步。本期限2铺，唔过大家听带记得念，带记念一摆哦，哈，记得讲到了了，你得带记念。吹花童子趴。啊，等下无等佢讲啊，等佢讲。童子趴。罗佩。哎。竹笋。雕吹。哎。童子吹。童子趴。好。国吹。哎。搞笑。周雨露。好了。对啊。凤吹头。为什么这两个？或者叫凤落，有2种讲法。凤落拍。你那片他接讲凤吹头，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多人说凤吹头。为什么一包80，一条20？其实一包有好几条啊，其实一包有4条啊。好，吹头。好，按样做的限量铺，同学教你配音限量铺。好，妈妈啥？念。吹条董后诗。好。一铺。俩黑风吹。哦。过来国吹有。